我一直在想啊，我这么强硬的让西城结婚，是不是错了？可我不这么逼着他，他永远会混下去的。可事實證明，您做對了。少夫人很好，大家都很喜欢她。你看，就连少爷也和她越来越和谐了。是啊，现在就是希望他们能快点有个孩子，有了孩子，西城就懂事了。我呢，也能放心的把公司的事儿啊交给他手上了。您别着急，小少爷